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初2，箴言19章8節安尼講：有智慧，才會曉疼惜家己的性命；珍惜知識的，會得到福氣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有智慧來疼惜家己的性命，珍惜知識來得到福氣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充滿信息甲榮耀的上帝。你是疼痛甲憐憫的天父，主啊，令智慧日定強壯，你的話永無改變，你的慈愛永遠直直，你的信實直到萬代，主啊。你毋若賞賜阮性命，也藉着你寶貴的話來引帶阮行佇正直甲永活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賜阮受教的心，互阮意愛聽你的話，也願意接受屬靈的勸勉。主啊，當我面對人生的選擇的時，求你賜我分辨的智慧，互我知什麼是善，什麼是惡？願阮每一日攏通保守家己的心思意念，佇言語、行為甲生活上榮耀你至聖的名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